歡迎蒞臨香港。以下係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海關向你說明你可以享有嘅免稅優惠，以及必須領有許可證先至可以攜帶入境嘅物品。年滿18歲嘅旅客可以免稅攜帶若干數量嘅酒類同埋煙草入境。假如你持有香港身份證及離港不少於24小時，則可以免稅攜帶以下物品入境：無氣葡萄酒750毫升及香煙60支，或者雪茄15支，或者其他製成煙草，例如吸食用煙絲75克。假如你並非持有香港身份證，則可以享有以下範圍嘅免稅優惠：飲用酒類1升及香煙200支，或者雪茄50支，或者其他製成煙草，例如吸食用煙絲250克。如要攜帶禁運物品入境，必須領有有效嘅許可證。以下係禁運物品嘅例子：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，例如氯胺酮俗稱 K 仔、甲基安非他命俗稱冰、海洛因、大麻、可卡因、搖頭丸、安定及米達唑崙俗稱藍精靈、抗生素及毒藥，例如青霉素及四環素、受管制化學品，例如乙酸酐及麻黃鹼，所有活動物、禽鳥及植物，但係唔包括切花、食用蔬果及由中國內地出產及輸入嘅非瀕危植物。所有活生或死亡嘅瀕危動植物，包括呢啲物種嘅部分、衍生物，以及含有或者聲稱含有高度瀕危動植物成分嘅藥物，例如鱷魚肉同含有鱷魚成分嘅製成品、西洋參、蘭花、仙人掌、石珊瑚同埋海龜。槍械、彈藥及武器，包括任何火器及電擊器械、彈簧、折刀等武器、戰略物品及煙花爆竹。攜帶冒牌貨品及侵犯版權物品入境，亦屬刑事罪行。如有查詢，請聯絡入境大堂嘅海關人員。多謝收睇，祝你旅途愉快。